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中山房偵探 Benson 呢個頻道啊！有2個月冇同大家見面啦，好多之前會關注我哋呢個頻道嗰啲朋友都係因為我拍攝咗好多關於買樓避坑嘅啲視頻。最近我發現咗好多新關注呢個頻道嘅一啲朋友仔其實都係啱接觸中山，對於中山嘅成個房地產市場都係可以講係一張白紙咁，認知度係完全唔夠嘅。所以我都打算拍攝一集呢個準備咗2個月，還原成個中山2025年新樓同二手樓嘅一啲數據俾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參考空間。對於好多海外嘅華僑同埋目前關注緊中山嘅港澳人士嚟講有好多借鑑嗰啲地方。以及我都會根據呢個1、2手嘅一啲數據同大家講清楚邊啲區域係有價值嘅，邊啲區域你見到就要掉頭走，同埋總結呢啲區域有4大一定唔可以掂嘅毒瘤，買到即後悔，呢一個真係要聽實啦。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一啲數據鋪式嘅一啲節目嘅話，可以喺屏幕裏面打個支持2個字。我會不斷咁樣更新呢一啲屬於買樓避坑嗰啲節目。咁我哋廢話少講，直接睇翻數據啦。25年成個中山嘅新樓一共成交個套數係16,615套，相對於24年講係接近少咗5000套啊。但係好嘅消息你會見到呢一個成交嘅一個下降嘅一個速度係降緩咗嘅。咁成交嘅高峰期主要集中喺1月份同6月份。1月份有一個比較長嘅元旦嘅一個假期，加上好多開發商會喺年尾搞好多降價促銷嘅活動，所以1月份出現咗個高峰期。至於6月份出現全年嘅第2高峰期嘅原因係因為中山嘅第一批第4代住宅嘅出現。咁至於二手嘅一個情況今年其實1到9月份一共成交咗嘅套數係8093套嘅，相對於舊年嘅8586套因為呢度仲有3個月嘅數據未出，可以講係超越上一年，係板上釘釘嘅事。但係無論新樓定二手樓佢都有個共通點，就係喺呢個階段嚟講，好多你要降價先好賣或者賣得出去。舉個最典型嘅例子，如果大家有關注華發觀山水呢個項目你會見到佢從年頭到年尾，你知唔知佢降價咗幾多次啊？降價咗6次，而家仲送埋你車位，所以呢個屋苑你會見到佢可以排到成個中山成交嘅前3名。啱啱同大家講完一個大致嘅成個樓市嘅整體嘅情況，再同大家講下其實喺成個中山邊啲區域係比較有價值或者成交比較多嘅啲區域。首先大家而家見到好似坦洲、火炬開發區、東區、翠亨以及三鄉、神灣、石岐西區呢啲係目前係成交喺成個中山嚟講新樓係比較好嘅。坦洲、三鄉、神灣係屬於中山嘅南部，都非常之多香港人會揀嘅一個原因係因為佢的確更加靠近珠海，翻去港珠澳大橋都方便。另外都因為靠近珠海，好多配套可以享受得到。而至於好似東區、火炬、石岐西區呢啲係屬於成個中山比較核心嘅、比較中心嘅區域。但係佢有一點的確係目前嚟講嘅話係比較離港珠澳大橋遠少少。但係相對於啱啱嘅三鄉、神灣同埋坦洲嚟講佢嘅配套更加完善、更加好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具體了解自己咁啱乜嘢、咁適合咩嘅不妨可以私信下 Benson。而至於有啲區域就建議大家真係要慎重啦。你可以見到好似大涌、五桂山、浮沙、橫欄、三角、南頭、東鳳呢啲佢成交嘅套數全年最低嘅有34套，有36套。而我知可以講喺市場嚟講係極度唔受歡迎嘅區域，大家真係要避開啦。而家大家睇到嘅呢一個新樓嘅一個成交嘅情況其實同二手樓基本上係持平係一致嘅。所以
大家咧如果係目前咧考慮中山嘅一個情況咧，盡量都係往前面呢幾個成交比較多嘅區域咧去考慮。咁講完咗邊啲區域咧係比較好嘅，同埋邊啲區域咧大家真係見到要掉頭走之後咧，再同大家講下咧成個中山咧成交比較好嘅一啲屋苑係邊啲。首先咧，你會見到咧全年成交總額 Top 10嘅一個情況咧，排前2名嘅都係我哋而家嘅一個第4代嘅一個住宅，龍湖香山頌同埋保利朗悅呢兩個屋苑或者第4代嘅一個情況咧，如果大家有睇過片就知道佢係第一個地段地理嘅位置嘅地段非常之核心，就係位於成個中山嘅一個市中心嘅位置，再加上咧無與倫比嘅一個得房率。以前咧我哋100平頂籠你攞到手得80平，而家呢啲第4代住宅佢又過分啦，可以去到120、130、140都有所以嘅話，佢點解會成為冠軍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新產品、新市坑另外嘅話，你會見到咧，一係咧另外一啲屋苑咧，佢點解會霸榜？類似於錦繡國際花城、華發觀山水、遠洋繁花里、雅居樂灣仔1號同埋金樂上東城呢啲咧，都分別係屬於坦洲、三鄉、神灣以及我哋馬鞍島，仲有東昇最平嘅樓，單價最平嘅樓。所以咧呢個市場佢已經出現咗好嚴重嘅分化。一係咧你產品同埋地段足夠優秀，一係咧你自己嘅一個單價足夠平。因為而家咧目前我哋講嘅一個剛需市場仲係佔主導嘅。而喺呢兩個榜單裏面咧，有2個項目佢好特殊嘅，一個咧係佳景康城，一個咧係公園四季。呢2個咧都係坦洲同埋而家西區咧最貴嘅呢2個項目。佢點解可以成為咧Top 10咧？就因為第一個，而家公園四季屬於彩虹片區裏面咧，其實係比較少嘅一個新樓嘅一個供應啦。因為嗰一帶咧，其實大部分已經進入咗二手嘅市場，而華潤同埋人行咧，俾到嘅品質以及後期嘅一個收樓嘅口碑咧，都延續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後續。所以咧，公園四季佢會出現喺第6。而佳景康城咧都同樣，佢屬於咧坦洲裏面而家目前最貴嘅項目，但係都可以講咧喺坦洲嚟講，佢交樓咧係屬於天花板嘅一個級別咁大家睇完呢一個榜單咧，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感觸，就係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唔係缺少購買力，係缺少咩咧？係大家會睇中嘅，一係咧我就追求極致嘅性價比，一係咧我就追求產品極致嘅一個舒服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下而家呢個榜單嚟嘅一個情況。至於可能有啲項目你喺度關注緊，但係我唔知道而家佢真實嘅情況係點樣嘅，喺呢度咧你不妨咧都可以私信下 Benson 咧會喺後台咧逐一幫大家解答翻大家嘅一個疑問嘅。啱啱同大家咧分享完新樓啲數據，再同大家講下咧25年1到9月份咧成個中山嘅二手嘅成交嘅一個情況，包括成交嘅均價。咁目前咧成個中山咧二手賣得最好嘅係坦洲，一共咧係有1741套嘅。第2名嘅火炬咧947套咁相對於坦洲嚟講，佢係買多咗火炬2倍嘅一個數量噶。但係咧有一個好恐怖嘅數據，或者咧不得不面對嘅數據，就係成個中山咧目前嘅二手樓嘅均價係只有7200蚊每平呢個數字。但係好多朋友會講，點解我翻去睇樓就根本睇唔到7200蚊每平嘅樓咧？係咪？嗱，接下來再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哋咧就攞東區呢個區域嘅一個樓同大家做個比喻。咁大家可以睇下咧，一個屋苑咧叫遠洋城萬象花園，佢成交嘅一個單價咧係接近12000嘅。而一個竹苑新村呢個屋苑咧，佢成交嘅單價係幾錢啊？只需要4212蚊。點解之間嘅樓價差距會咁大咧？
就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竹園新村，佢係一個1993年嘅樓，無論戶型又好，佢內籠嘅一個保養又好，以及咧而家嘅一個成個嘅一個物業管理水平咧，都同呢一啲近代嘅樓咧係有嚴重嘅差距嘅。並且咧，好似呢啲樓咧，我哋叫步梯樓，又叫咧老破小。好似呢啲樓咧，其實佢有個好關鍵嘅因素，就係因為咧樓齡過老，好多嘢又冇人管理，導致咗你會見到有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大家睇一層樓好唔好賣，就要睇成交嘅週期。好似竹園新村，佢足足掛牌咗1308日先賣得出。而好似呢啲次新樓咧，有部分嘅好似66日啦、45日啦、26日啦，咁只要佢價錢足夠筍，或者咧喺呢個階段嚟講有一定嘅一個我哋講嘅性價比，就好容易出手啊！呢個咧都係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數據好關鍵嘅因素。如果你手上有啲老破小、老破舊超過20幾年嘅樓咧，喺呢個階段可以出到嘅，盡量出咗佢。唔係咧，以後呢啲第四代住宅出現咗之後，只會越嚟越難賣。咁講完咗中山嘅一二手嘅一個情況咧，都根據以上所有嘅成個嘅數據，我總結咗4類物業咧係千祈唔好掂嘅，因為咧有唔少嘅港澳人士或者深圳人士咧買咗呢啲，真係成為咗磚頭，想賣又賣唔出，住咧更加係頭痕嘅4類毒瘤。嗱，大家千祈咧要聽實。第一類咧就係單純炒概念，配套跟唔上嘅一個樓盤。咁呢類樓盤咧，大多數咧係好多唔熟悉當地，或者咧對於當地冇了解過一啲新手咧，非常之容易跌入嘅陷阱。因為咧好容易俾一啲概念所迷惑咗。嗱，今日就嚟講一下咧雅居樂嘅山海郡。呢個屋苑咧就係位於咧我哋中山嘅一個南廊。呢個屋苑旁邊咧就係翠亨快線，一橋之隔咧就可以鏟到咧我哋嘅一個深圳噶啦，大概1個鐘。咁旁邊咧就係我哋喺海灣城啦，海灣城旁邊過去少少咧就係珠海嘅唐家灣。10個珠海上市企業裏面咧有6到7個都係唐家灣嘅，所以咧唔少人咧佢會睇中咧雅居樂山海郡呢個地段。都因為近深中通道又近珠海，所以唔少咧當時喺深圳做嘢同埋咧喺珠海做嘢嘅人會揀翻山海郡。但係咧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咧，呢個屋苑你敢諗都唔敢諗，佢二手嘅市場竟然腰斬咗一半啊！點解咧？因為呢個屋苑咧，其實佢自己自身咧，佢冇好似馬鞍島咁近深圳，所以咧。對於通勤於深圳，佢冇好似馬鞍島咁方便嘅直通巴士，因此呢個屋苑大部分都係深圳人買，但係咧深圳人唔翻嚟居住，會導致咩咧？入住率超低，所以你見到佢樓下嘅呢度所有嘅商鋪嘅一個開業率咧，係淨係得10%啊！言外之意咧，可能你喺樓下咧，你想買一支水飲都難啊！另外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咧，就係南廊呢幾年嘅一個發展咧，其實好慢嘅。你可以睇到咧，旁邊佢會有一個叫呢一個博翠嘅一個產業用地咧，根本就發展唔起嚟。點解咧？因為呢邊其實喺近幾年成個中山大部分嘅資源都抌到馬鞍島，呢個區域嘅一個發展咧都非常之慢。呢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血淋淋嘅教訓，就係咧，淨係 sell 咗我哋講嘅一個概念，中咗個概念，但係周邊冇實質嘅配套，導致咗而家嘅一個樓價腰斬，非常之典型嘅一個例子。第二類咧係一啲遠郊嘅沽盤，遠郊嘅沽盤咧最大嘅優勢係咩咧？成交嘅單價真係好抵玩，但係咧你要接受一樣嘢，就係呢啲遠郊嘅沽盤嘅成交嘅週期非常之長，短嘅可以去到咧100幾日，長嘅時間咧可以去到1581日先有成交。並且咧你要睇一下成個大涌咧成年嘅二手樓咧先成交得10套，而民眾咧成交咗成年咧得76套，同樣咧都會面臨非常之長嘅一個成交週期。
因為其實唔少咧，我哋講嘅中山嘅呢啲郊區咧，佢嘅一個生活配套啦，以及我哋嘅商業配套啦，乃至教育配套咧，都係屬於非常之曳嘅一個層面。咁而家有隨住好多新樓嘅一個跌價啦，咁好多人咧其實或者買得樓想要居住得更加好嘅，因為而家好多樓新樓都喺度跌價，核心區嘅樓咧都喺度跌價緊。咁呢啲郊區同我哋而家嘅核心區咧，比起以前嘅樓價差距咧，又進一步縮短咗喎。所以呢啲郊區而家少咗，更加少人去選擇。如果你都打算喺呢個階段嚟講咧，入手中山嘅物業，仲係分唔清楚中山嘅郊區同埋中山嘅核心區喺邊度嘅話，咁你喺評論區打核心區，我就將中山而家咧比較核心嘅啲區域同埋比較好出手嘅區域咧，我喺評論區都打出嚟俾大家睇。第三種咧就係一啲樓齡過老嘅一啲老破小嘅小區，你會發現咧，大部分而家超過1000幾日先有成交嘅小區咧，好似我哋而家嘅一個啦，匯豪新天地，以及咧漢基嘅花園啊，蘇河雅居，呢啲全部都係咧超過咗25年嘅啲樓齡嘅小區。雖然佢賣嘅單價好平，3700蚊每平嘅都有啊，4900蚊每平嘅單價都有，但係佢哋嘅成交週期非常之長，因為隨住而家嘅新嘅第四代住宅，又隨住而家嘅年輕人，其實佢對於而家呢啲步梯房啊選擇性嘅接受程度係越嚟越低嘅。如果你喺呢個階段嚟講，再入手一套咁樣嘅一啲步梯樓或者樓齡過長嘅樓咧，好有可能咧你就係最後嘅一批房東。好啦，呢期節目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希望呢期嘅一個數據嘅分析咧，對於而家關注緊中山嘅朋友仔咧有更多嘅幫助。如果中意睇呢一啲咧數據分析嘅一啲節目嘅朋友嘅話，可唔可以評論區咧打個支持2個字啊？好啦，下期節目再見啦！